錢錢同大家準備嘅禮物嚟啦，大家睇睇呢批嘅小精品係咪光感好足？佢就好似翡翠中嘅彩寶一樣，五顏六色。我自己睇完愛不釋手，所以話哪怕咁夜啦，我都要攞嚟同大家拍一條視頻。你睇下葫蘆嘅款有幾多？全部都係錘形，因為呢，我哋係根據唔同嘅料做咗唔同嘅設計。肥嘟嘟嘅葫蘆都有，肥嘟嘟嘅小冰豆，全部都係喜形光感嘅。有啲呢係達到玻璃種級別嘅。呢種咧錘形做我哋嘅戒指咧就不得了啦！再加一隻腳掌嘅呢個設計，呢一個咧都係雕刻師一絲一絲咁純手工雕出嚟嘅。做翡翠好多時候唔係光鮮亮麗，更多時候係刻苦耐勞同埋埋頭苦幹。今年我哋亦都會做一啲新嘅設計，但係呢種設計咧，我哋係一定係基於好靚好精嘅料去做嘅。如果有需要定製嘅朋友，快快揾錢錢，仲希望大家期待一下錢今年會出嘅新品，一定係我花盡功夫去設計一條今年又流行嘅手串。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